好，我哋今日咧就講成個團最精彩嗰個部分啦，就係去廣東千古情呢一個地方。佢聲稱係一生人必看嘅一場演出，咁所以我哋今日就嚟一探究竟。我哋去到嘅時候咧，其實見到已經好多嘅學生咧喺度排緊隊等玩，所以氣氛咧其實係非常之熱鬧㗎。一入到去嘅時候咧，我哋經過一個叫做喊泉嘅地方。你嗌得越大聲呢，啲水咧就會飆得越高。咁所以你見到咧，成班小朋友都嗌得非常之興奮，好有互動嘅感覺。好啦，去到園區入邊呢，其實設計真係非常之精美啦，古色古香，充滿咗中國特色同埋傳統氣氛嘅。無論係影相定係行街呢，其實都好有 feel。咁首先啦，導遊咧就帶我哋環繞一周，詳細講解咗成個地方嘅路線啊，各個景點嘅位置啦，同我哋交代咗之後喺邊度集合啊，去廁所等等嘅實用嘅資訊啦，確保我哋之後唔會走散嘅。好啦，咁之後咧，我哋就去咗睇第一個千古情系列演出嘅表演——大地震。呢個演出咧，其實係還原咗以前地震發生嘅一啲真實嘅情況啦。咁我相信咧，其實香港人睇完都會好有共鳴，尤其係經歷完大埔火災之後咧，我相信大家更加能夠身同感受㗎。喺演出入面咧，演員咧將佢哋嘅慘況咧係飾演得淋漓盡致啦。例如咧係有大火之前嘅一啲溫馨嘅畫面啦，以至係大火之後俾火吞噬嘅場面，令人窒息嗰個空氣啊，同埋同親人分離嗰種無助。仲有咧就係救護員啦、消防員啦，佢哋不辭勞苦咁樣救人嘅嗰啲畫面咧，其實每一個細節咧都做得好動人，而且咧佢哋都叫得非常之逼真淒厲啊！我見到好多香港嘅團友咧，其實都睇到眼濕濕，完全代入咗喺中間嗰個氣氛度。我深刻感受到咧災難嗰個畫面咧，其實都仍然係歷歷在目啦。好，咁睇完出戲咧，其實就開始係自由時間，咁我哋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嗰度行逛啦，見到有一啲鋪頭仔入邊有賣唔同嘅古典飾物或者係一啲古典嘅手信，亦都去咗一個沉浸式體驗叫做《海的故事》。係啦，咁當中大家睇到咧，其實咧佢喺一架船入邊咧係不斷搖嚟搖去，個重點就係咧，我同我屋企人咧都覺得咧係真係好似喺隻船入邊嘅。因為咧，我哋入到去的確係有頭暈嘅感覺。大家睇下咧，佢搖得係非常之逼真嘅，同埋佢下面嘅木板咧都係有一啲啲的搖搖欲墜，係啦。想特別提下咧，出到嚟之後見到呢隻駱駝啦，因為最初我真係以為佢係一個雕像嚟嘅，或者係假嘅。但係點知我屋企人講咧，同埋同佢揮下手咧，先發現原來佢係真嘅。大家咧都可以同佢一齊影相合照。跟住咧就嚟到幻影空間入邊嘅恐龍 3D 電影院啦，係啦，咁你要着一對布鞋先可以入到去嘅，因為咧大家全部都係坐地下啦，務求係有一個沉浸式嘅體驗。去到你坐下面嘅 pat pat 啦，同埋天上面咧都係一啲森林嘅畫面，咁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其實大家咧已經係好 into 成個過程嘅，係啦。呢一啲係其中一啲花絮啦。我相信咧，大家如果有去開內地玩咧，都其實經歷唔少呢一種嘅沉浸式體驗啦。咁但係呢一個體驗都好適合一家大細一齊去玩，而且我覺得佢哋所做嘅恐龍咧都係非常之逼真，但係又唔會過於覺得危險或者恐怖或者血腥，好適合一家大細一齊玩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完恐龍之後呢，我哋就去第二個沉浸式體驗啦，就係廣州起義展區。呢度呢，記錄住1927年羊城風暴嘅壯烈。當日呢，有張提雷、葉挺等人呢帶領起義軍建立廣州蘇維埃政府，但係因為呢敵我懸殊嘅關係呢失敗咗，令到有5700多名嘅義士係壯烈犧牲咗嘅。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其實喺影片入邊咧係感受到當日係有幾嚴峻啦。再加上咧喺展區入邊，佢哋不定時咧會發出一啲槍聲，令到你真係會覺得好似身臨其境，你唔知幾時係
出到嚟之後呢，我哋經過一間鬼屋，我呢就猶豫咗好耐，究竟要唔要入去，但係最後覺得難得嚟到，都決定一試嘅。平時嘅我呢，係連海洋公園嘅鬼屋都會好驚，但係呢，去到呢一個鬼屋呢，其實我會話驚恐程度真係非常接受到。係啦，我相信呢，如果你係一個鍾意玩鬼屋嘅人呢，你係會覺得好悶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其實佢嘅恐怖程度呢係在於視覺同埋聽覺上嘅恐怖嘅啫。佢冇乜一啲觸覺或者一啲突發性嘅恐怖元素喺入邊嘅，所以我覺得呢，如果小朋友同家長一齊去呢，亦都係唔需要擔心嘅。咁我去過內地1到2間嘅鬼屋啦，俾我嘅感覺都係其實唔係太恐怖嘅，可以接受嘅範圍入邊嘅。如果大家呢有更加驚嚇、更加驚恐嘅鬼屋想推介俾大家，歡迎喺留言區嗰度寫翻佢個名同埋網址俾大家，可以做翻個參考。其實出到嚟嘅時候呢，已經開始入夜㗎啦。咁我哋喺一條街度就睇下有啲乜嘢可以觀賞或者玩嘅。咁大家見到呢一個呢，就係有2個反轉嘅杯加1個向上嘅杯，大家就要每次反2下。點樣可以最後反到所有杯都向上呢？咁喺我在場嘅時候冇人做到㗎。然後呢，就俾我哋見到阿拉丁啦。咁只要呢，你對住佢嘅神燈許3個願望呢，佢就會派錢俾你噶啦，係啦。嗰啲錢有咩用呢？我暫時未知道嘅，但係我覺得幾開心，因為有人派錢。係啦，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偶啊，或者係一啲工作人員俾我哋去影相啦。好，咁去到晚餐啦，其實我哋呢就叫咗紅燒排骨麵，但係呢，其實佢嘅排骨呢，的確唔係好吸引，因為排骨真係非常排骨。好啦，咁然後呢，就去到大街上面啦，有唔同嘅工作人員俾我哋去影相，真係幾靚嘅。然後呢，夜晚呢，就有工作人員呢喺度跳舞啦，咁啊非常之開心嘅。特別係你見到佢嘅台階呢，係可以隨住音樂嘅節奏而去喐動，呢樣嘢都睇到小朋友非常雀躍開心。好，咁然後呢，我都好中意佢有唔同即係吹波波嘅環節啦。佢啲波波入邊呢係有氫氣啊，應該係氫氣啦。因為一掂佢啲波波嘅時候呢，就會有氣呢飄咗出嚟嘅。大家可以望下。好，然後呢，最後個環節呢都有成班嘅受眾啦，可以一齊同演員同 dancer 一齊跳舞。特別中意呢就係呢個大家一齊拋大波波嘅環節，因為感受到陌生人同陌生人之間嘅互動，嗰種純粹嘅快樂同埋開心，我覺得係成個 trip 其中一個點綴嚟嘅。好啦，咁而家呢，大家都逐漸離開呢，就去睇今晚壓軸嘅表演，係啦，就係一生人必看嘅一出戲，我相信大家都好期待嘅。好啦，咁喺表演入邊呢，其實呢就有唔同嘅人啦，扮演廣東入邊發生嘅唔同嘅事，亦都當然有一啲跳舞啊、虛幻嘅元素啦。當中呢，有唔同嘅特技表現啦，都有唔同舞台劇嘅一啲特別效果，咁呢啲呢，留待大家喺演出入邊細心品味。細節同埋精彩位置留待大家入場嘅時候慢慢觀賞品味啦。咁咧喺完咗之後呢，其實我有一個部分都非常之深刻，但係我影唔到嘅，就係呢一班陌生人呢係圍住個廣場一齊手牽手跳舞。
嗰一個環節，我覺得係非常深刻，而且我覺得係幫成個旅程有一個完美嘅句號。咁呢個呢，就係